需要给他那个字母啊，因为如果他们要唱歌的时候，应该是字母画面会比较好。对，拍手应该不用调，没关系。你这样调下去好像太灵异了。你干脆就 focus 在那个十字架前面，十字架跟那个主台。这样就直接出去了。没有字母画面，这里的字母画面。那你干脆这个整个翻过来。好，这样。好，对对，就这样。放再下一点。
trust in you. In you I trust, I shall not fear. This I know, that God is on my side. In God I trust, I shall not fear.
赞美我上主，并歌颂他的名，赞美我上主，他复活我生命，赞美我上主，并歌颂他的名，赞美我上主，他复活我生命，赞美我上主，并歌颂他的名，赞美我上主，他复活我生命。心里目光仰望主耶稣基督，我们全心仰望主耶稣基督。心里目光仰望主耶稣基督，我们全心仰望主耶稣基督，心目光仰望主耶稣基督，我们全心仰望主耶稣基督，心目光仰望主耶稣基督，我们全心仰望主耶稣基督，心目光仰望主耶稣基督，我们全
在主内，是他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主他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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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内，是他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主他
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他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主他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他拯救了我。耶稣转去厝内，有一群人聚集活来。耶稣甲门徒煞连食饭拢袂搁伫食。伊个亲人听到即个代志，就出来要甲伊阻止，因为因讲伊精神失常。对耶路撒冷落来的经学教师讲，伊是互白西卜附身，靠鬼王咧赶鬼。耶稣叫因来，用比喻甲因对因讲。撒旦哪会赶撒旦？国家若家己纷争，迄个国家就徛袂牢；家庭若家己纷争，迄个家庭嘛徛袂牢。撒旦若家己攻击纷争，伊徛袂牢，一定会灭亡。无人会当入去勇士的厝抢伊的财物，着先甲伊绑起来，才会当劫伊的厝。我实在甲恁讲，人无论犯啥物罪，讲啥物谤毒的话，拢会得到赦免。毋过无论啥物人亵渎圣神，永远袂得到赦免。伊是犯着永远的罪。耶稣讲这个话，是因为因讲伊互邪神附身。耶稣的老母甲伊的兄弟来，徛伫外面，找人叫伊。有一群人坐伫耶稣周围，有人甲伊讲。你看，你的老母甲你的小弟小妹伫外面要找你。耶稣应讲：什么人是我的老母、我的兄弟？然后伊对坐伫周围的人一个一个甲因看，讲：恁看，我的老母、我的兄弟，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以及老母。耶稣到了家，群众又聚集了来，以致他们连饭都不能吃。他的人听说了，便出来要抓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疯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师们说，他附有贝尔泽布，又说他赖鬼王、魔王驱魔。耶稣遂把他们叫来，用比喻向他们说：撒旦怎能驱逐撒旦？一国若自相纷争，那国就不能存立；一家若自相纷争，那家也将不能存立。撒旦若起来自相攻击纷争，也就不能存立，必要灭亡。绝没有人能进入勇士的家，抢劫他的家具，除非先把那壮士捆起来，然后抢劫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的一切罪恶，连所说的任何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但谁若亵渎了圣神，永远不得赦免，而是永久罪恶的犯人。耶稣说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附有邪魔。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们来了，站在外面，派人到他跟前去叫他。那时群众正围着他坐着。有人给他说：“看，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他们说：“谁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遂环视他周围坐着的人说：“看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因谁奉行天主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耶穌進了屋子，眾人又聚集，甚至他連飯也顧不得吃。耶穌的家人聽見，就出來要拉住他。
因為他們說他癲狂了。從耶路撒冷下來的文士說，他是被別西卜附身的，又說他是靠着鬼王趕鬼的。耶穌叫他們來，用比喻對他們說，撒旦怎能趕出撒旦呢？一國若自相紛爭，那國就立不住；一家若自相紛爭，那家就立不住。撒旦若自相攻打紛爭，他就立不住，必定滅亡。沒有人能進壯士家裏搶奪他的東西，除非先綁住那壯士，否則無法搶奪他的家。我實在告訴你們，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褻瀆的話都可以得到赦免，凡褻瀆聖靈的，卻永不得赦免，而要擔當永遠的罪，因為他們說他是被污靈附身的。那時，耶穌的母親和他兄弟來，站在外邊，打發人去叫他。有許多人在耶穌周圍坐着，他們就告訴他說：看啊，你母親、你兄弟和你姊妹在外邊找你。耶穌回答他們：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兄弟？就還是那周圍坐着的人說：看啊，我的母親，我的兄弟。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Then Jesus entered a house, and again a crowd gathered, so that he and his disciples were not even able to eat. When his family heard about this, they went to take charge of him, for they said, "He is out of his mind." And the teachers of the law who came down from Jerusalem said, "He is possessed by Beelzebul. By the prince of demons he is driving out demons." So Jesus called them over to him, and began to speak to them in parables. How can Satan drive out Satan? If a kingdom is divided against itself, that kingdom cannot stand. If a house is divided against itself, that house cannot stand. And if Satan opposes himself and is divided, he cannot stand. His end has come. In fact, no one can enter a strong man's house without first tying him up. Then he can plunder the strong man's house. Truly I tell you, people can be forgiven all their sins and every slander they utter. But whoever blasphemes against the Holy Spirit will never be forgiven. They are guilty of an eternal sin. He said this because they were saying, "He has an impure spirit." Then Jesus' mother and brothers arrived. Standing outside, they sent someone in to call him. A crowd was sitting around him, and they told him, "Your mother and brothers are outside looking for you." "Who are my mother and my brothers?" he asked. Then he looked at those seated in a circle around him and said, "Here are my mother and my brothers. Whoever does God's will is my brother and sister and mother." イエスが家に帰られると、群衆がまた集まってきて、一同は食事をする暇もないほどであった。身内の人たちはイエスのことを聞いて取り押さえに来た。あの男は気が変になっていると言われていたからである。エルサレムから下ってきた律法学者たちも、あの男はベルゼブルに取りつかれていると言い、また悪霊の頭の力で悪霊を追い出していると言っていた。そこでイエスは彼らを呼び寄せて、例えを用いて語られた。どうしてサタンがサタンを追い出せよう。国が内輪で争えば、その国は成り立たない。家が内輪で争えば、その家は成り立たない。同じように、サタンが内輪もめして争えば立ち行かず、滅びてしまう。また、まず強い人を縛り上げなければ、誰もその人の家に押し入って家財道具を奪い取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まず縛ってからその家を略奪するものだ。はっきり言っておく。人の子らが犯す罪やどんな冒涜の言葉も、
すべて許される。しかし、聖霊を冒涜する者は永遠に許されず、永遠に罪の責めを負う。イエスがこう言われたのは、彼は汚れた霊に取り憑かれていると人々が言っていたからである。イエスの母と兄弟たちが来て、外に立ち、人をやってイエスを呼ばせた。大勢の人がイエスの周りに座っていた。ご覧なさい。母上と兄弟姉妹方が外であなたを探しておられます。と知らされると、イエスは、私の母、私の兄弟とは誰かと答え、周りに座っている人々を見回して言われた。見なさい。ここに私の母、私の兄弟がいる。神の御心を行う人こそ、私の兄弟、姉妹、また母なのだ。 집에 들어가시니 무리가 다시 모임으로 식사할 겨를도 없는지라. 예수의 친속들이 듣고 붙들러 나오니 이는 그가 미쳤다 하밀러라. 예루살렘에서 내려온 서기관들은 저가 바알세부를 지폈다 하며 또 귀신의 왕을 힘입어 귀신을 쫓아낸다 하니, 예수께서 저희를 불러다가 비유로 말씀하시되 사단이 어찌 사단을 쫓아낼 수 있느냐. 또 만일 나라가 스스로 분쟁하면 그 나라가 설 수 없고, 만일 집이 스스로 분쟁하면 그 집이 설 수 없고, 만일 사단이 자기를 거슬려 일어나 분쟁하면 설 수 없고 이에 망하느니라. 사람이 먼저 강한 자를 결박지 않고는 그 강한 자의 집에 들어간 세간을 늑탈하지 못하리니 결박한 후에야 그 집을 늑탈하리라. 내가 진실로 너희에게 이르노니 사람의 모든 죄와 무릇 회방하는 회방은 사하심을 얻되, 누구든지 성령을 회방하는 자는 사하심을 영원히 얻지 못하고 영원한 죄에 처하느니라 하시니, 이는 저희가 말하기를 더러운 귀신이 들렸다 함이러라. 때 예수의 모친과 동생들이 와서 밖에 서서 사람을 보내어 예수를 부르니, 무리가 예수를 둘러 앉았다가 여짜오되, 보소서 당신의 모친과 동생들과 누이들이 밖에서 찾나이다. 대답하시되 누가 내 모친이며 동생들이냐 하시고, 둘러 앉은 자들을 둘러보시며 가라사대 내 모친과 내 동생들을 보라. 누구든지 하나님의 뜻대로 하는 자는 내 형제요 자매요 모친이니라. 아멘.
上主是多么美好，希望上主是何等奇妙，信任上主是多么美好，希望上主是何等美妙。
为台湾的疫情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还有裁剪的人员的安全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罹患肺炎的人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接下来疫苗的取得，还有疫苗全面的施打来代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请为香港反送中的2周年，继续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普及努力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疫情期间弟兄姐妹与主的连结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学生因为疫情必须待在家里面的学习，还有家庭的生活。家庭的和谐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在疫情期间还要继续的上班来服务大众的人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在街头上无家可归的人，还有他们的防疫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请为疫情期间，小组还有儿童主日学在线上的聚会上课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总会教社委员会所募集许多的民生物资的分送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中，以及低收入户的家庭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教会肢体身体欠安，特别是罹患癌症的弟兄姐妹们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教会里面在参与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在工作岗位上面的尽心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在线上一起参与，无论是主日的礼拜，或者是祈祷会的弟兄姐妹，在灵性上的增长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在疫情期间失去了工作或者是无薪假的人，为了他们的生活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求主兴起更多的守望代祷者，为着教会，为着台湾来守望祷告。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台湾的国产疫苗的研发以及安全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特别为了防疫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以及所有的防疫中心的同仁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台海的安全以及区域的安全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台湾百姓能够同心合一，来对抗疫情，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每个人心中没有说出的意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天父，我们的天父，你在天上，你在天
天上，如在天上。求你今天，求你今天赏给我们，赏给我们所需要的，所需要的日用食粮，日用食粮。求你宽恕，求你宽恕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我同我们们宽恕别人，宽恕别人，让我们让我们与诱惑，陷于诱惑，救我们求我们免于凶恶，免于凶恶。天下万国，天下万国，不是权威，不是权一威，切荣耀，皆荣耀荣归于你，永归于你。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创造了这宇宙万物，你也呼召我们成为你在世上的管家，好叫这世上的万物能够永续的不断的荣耀你的圣名。但是人以自我为中心，破坏了自然的和谐，破坏了与人的关系，以及破坏了与神的关系。主啊，我们恳求你来赦免我们。今天晚上聚集在你的面前，愿再次的沉思，愿再次的亲近神，好叫我们放弃自我中心，以神为中心，好叫我们所行所做的能够合乎上帝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恢复你的身心，他的爱永不远离，上主要来亲自与你相遇，亲自与你相遇，上主恢复你的身心，他的爱永不远离，上主要来
主恢复你的身心，他的爱永不远离，上主要来亲自与你相遇，亲自与你相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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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恢复你的身心，他的爱永不远离，上主要来亲自与你相遇，亲自与你相遇。在爱中行走的灵魂，永不厌倦不疲倦，在爱中行走的灵魂，永不厌倦不疲倦。在爱中行走的灵魂，永不厌倦不疲倦，在爱中行走的灵魂，永不厌倦不疲倦。在爱中行走的灵魂，永不厌倦不疲倦，在爱中行走的灵魂，永不厌倦不疲倦。在爱中行走的灵魂，永不厌倦不疲倦，在爱中行走的灵魂，永不厌
疲倦。在爱中行走的灵魂，永不厌倦，不疲倦。在爱中行走的灵魂，永不厌倦，不疲倦。在爱中行走的灵魂，永不厌倦，不疲倦。在爱中行走的灵魂。